对遐个有追求的心、有谦卑的灵、甲有信心的目睭的人，但一定正对真清楚的事，就是耶稣确实就是遐个自古以来的预言，但完全得到实现。伊是久久所期待的弥赛亚，是万王的王。总是对侪侪人来看，耶稣确实受看做一个大骗仙。伊原本就毋是要用权柄甲权力来征服人的王，伊的信息是和平甲赦免，毋是要征战胜利、开赢对敌。甚至伊上亲近的朋友甲上热心的门徒，有时也对耶稣的身份看袂清楚。